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收睇由基督教祈福會製作嘅長者團契活動。我哋嘅內容十分之豐富，請大家細心欣賞啦。林姑娘啊，你知唔知咧？嚟緊喺5月份同6月份都有兩個好重要嘅節日喎。兩個節日添啊。請你講解下。嗱，5月份咧就有母親節，咁6月份咧就有父親節。我哋好想喺呢一度咧送一首歌俾大家，祝福咧所有嘅父母都得到主耶穌嘅眷顧同埋咧賜福。呢首歌叫做《主眷相親》，不如我哋讀一次啲歌詞先啦，林姑娘你讀先啦。嗱，呢個歌詞嘅內容好有意思噶喎。佢話生我育我爸媽好，父母恩義似天高喎，常為我操心兼苦惱，甘心枕步劬勞。基督以後恩更高，為愛犧牲放下尊貴，來世間灑寶血，捨身將我罪疚除。主愛護我好爸媽，樂意賜下永福蔭。祈求上主施恩惠，親恩今日報。好有意思，好聽。冇錯啦。咁我哋唱一次俾大家聽下啦。好啊。好。生我育我爸媽好，父母的恩義似天高，常為我操心兼苦惱，甘心枕步劬勞。基督以後恩更高，為愛犧牲放下尊貴，來世間灑寶血，捨身將我罪疚除。主愛護我好爸媽，樂意賜下永福蔭。祈求上主施恩惠，親恩今日報。大家係咪覺得都好熟呢？林姑娘啊，呢首歌咁好，不如我哋再唱多次，同埋我邀請咧老友記都睇到嘅，同我哋一齊唱啊！生我育我爸媽好，父母的恩義似天高，常為我操心兼苦惱，甘心枕步劬勞。基督以後恩更高，為愛犧牲放下尊貴，來世間灑寶血，捨身將我罪疚除。主愛護我好爸媽，樂意賜下永福蔭。祈求上主施恩惠，親恩今日報。
各位老友記，你哋好啊！我哋又見面。首先咧，再一次多謝祈福會嘅邀請，讓我能夠咧同大家分享一啲上帝嘅信息。唔知大家咧有冇出去咧睇一睇電影？最近咧香港有一套電影非常賣座嘅，呢一套電影咧叫做《破地獄》。咁咧，大家知唔知咩叫破地獄？破地獄咧，其實咧係道教嘅其中一個超度嘅儀式。咁佢嘅來源咧，咁啊眾說紛紜，但係通常咧就會以中國一個神話華山劈鑼救母呢一個故事咧嘅背景咧去演變而成。咁啊華山救母，咁相信我就唔多講啦，因為大家應該比我更加熟。呢啲咁啊粵語殘片好多影畫戲都曾經做過，咁啊唔再講。其實破地獄係一個道教儀式，咁當中乜嘢人唔係讓每一個喪禮或者每一個信道教嘅人都需要做呢個儀式嘅？咁做呢個儀式咧，點解要做呢個儀式？係同俾一啲咩人咧？係俾一啲年輕早逝嘅人，一啲死於非命，甚至自殺呢一啲人咧，喺道教嗰個信念裏邊咧，就需要破地獄。破地獄其中一樣嘢就中間有個火盤啦，咁佢有9塊嘅瓦片，每一塊瓦片代表每一層嘅地獄，咁佢需要咧，道士咧就需要咧用把劍咧篤爛啲瓦片，即係預表寓意將破咗個地獄，將個先人咧拯救出嚟，免受一個輪迴之苦。呢一個咧就係個背景。咁套電影其實唔係真係完全100%講緊道教，但係喺兩位演員裏邊嚟講咧，佢有一啲説話咧，其實好代表，值得我哋今日去反思。第一句説話咧，就係其實人咧破地獄啊，唔係淨係為死人，生人都需要破地獄，生人都有好多地獄。喺呢個電影當中咧，考下大家，你覺得喪禮係為生人定係為已故嘅人咧？喺你心目中有一個答案。其實喺道教裏邊咧，或者佢呢套儀式咧，同我哋基督教裏邊咧，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同。其實就算我哋基督教嘅喪禮，我哋都係為生人，已故嘅人已經定咗。就好似今日我所揀嘅經文一樣，無論你曾經幾咁出色，幾咁叻，甚至喺以色列人嚟講當中，喺最有名望嘅大衛王，但係今日佢嘅墳墓仲喺度，正正就講明已故嘅人已經定局，已經定。其實好多時我哋係紀念生人，每一當喪禮，一場嘅喪禮，我哋做傳道人嘅，其實我哋都係紀念在生嘅人。紀念乜嘢啊？紀念佢哋未信主，希望佢有機會藉着一個喪禮當中，我哋都希望佢認識多啲主耶穌，二就係安慰。其實已故嘅人佢睇唔到，我唔知佢睇唔睇到，但係在場嘅家人，佢嗰種傷感，佢嗰種無助，嗰種無奈啊！好多次嘅家人都會講個問題：點解咁突然走咗？點解我唔去早啲陪伴下佢？點解？嗰種自責
係不斷圍繞喺心度。佢嘅眼淚有一啲當然係紀念緊已故嘅人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係對自己嗰種歉疚、嗰種無奈、嗰種自責去造成。各位老友記，今日嘅世代係可以講句係真係好無情，又好無奈。我哋好多時，我哋上咗年紀睇到子女大，有邊個唔希望啲子女兒孫？當然兒孫滿堂重要，亦都希望抽時間嚟陪下自己，同我哋傾下偈，去飲下茶。但係可惜，今日嘅工作量或者好多事務，令到啲仔女已經佢到地都筋疲力盡，嘴巴就成日講：算啦，你返屋企多啲休息啦，唔使嚟啦，唔使嚟。其實問下自己，係咪真係唔想去嚟？幾咁每次你見到佢哋嚟探你嘅時候，你內心嗰份喜悅遮蔽唔到㗎，係一種開心啊！但係今日嘅社會唔同我哋以前細個啦，以前細個我哋有時間，我哋每返工放工有定時，我哋有入即係各方面都有。冇而家今日嘅咁繁忙繁重嘅工作，長者我哋呢班老友記孤單，又掛念自己嘅仔女，做仔女嘅就一路俾佢自己嘅家庭，俾佢嘅事業都一路扯住，大家都變成一個無奈又無助。所以內心嗰種空虛、嗰種孤單感就會出現咗。唯獨乜嘢呢？當你有信仰就唔同。有咗信仰，你可以同上帝。我嘅親人離世嘅時候，我一樣傷感。養大我、湊大我嘅人離開世，當離世嘅時候，我比任何人都好傷心。但係每當我祈禱嘅時候，神用佢嘅話語，要輕輕撫摸我嘅傷感，佢讓我明白我與你同在，你就得到滿足。所以我盼望今日亦都將呢個信息同大家分享。係啊，現實嘅無奈。睇嚟好似好無助，但喺無助當中點樣去尋找希望？我哋嘅希望，只要你將你嘅希望擺咗喺耶穌基督，佢就會讓你感受到出人意外嘅平安，佢會抹去你嘅憂傷。第二句説話呢，就係講緊。人生就好似一輛熱火車，我唔知幾時會落車。呢一句説話就係喺電影裏邊許冠文先生講嘅。我咧就好中意講下古仔嘅。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一個古仔，講一個後生仔，一個係成年人啦，咁佢身故咗啦。咁喺路上咧就遇見耶穌，耶穌當時咧就攞住一個皮篋，跟住同佢講啊：你時候到了，跟我行啦。咁冇辦法啦。咁少年人咧，嗰個男人咧就會問啦：點解你攞住個皮篋嘅？耶穌就話：呢個皮篋就係你嘅遺物。咁好得意啦。咁即刻問啦。耶穌啊，咁個皮篋係咪我嘅皮篋裏邊咧係啲咩嚟㗎？係咪我嘅衣衫啊？唔好意思喎，唔係啊。你皮篋裏邊咧，你啲衫係屬於地球嘅。咁男仔又問耶穌啦：
咁係咪我嘅記憶啊？佢話唔係啊，呢個屬於你個心。咁係咪屬於我嘅時間啊？佢話耶穌亦都話唔係喎，呢個係天父，係你嘅天父。男仔又問啦，咁呢個係咪我嘅家人朋友啊？神又話唔係啊，呢個係屬於你嘅人生旅程。男子話，咁男人又話，咁呢個係咪我太太同埋仔女？佢話唔係啊，呢個係屬於你嘅心。咁跟住又問啦，咁呢個係咪屬於我嘅？係咪我嘅肉體啊？神就話唔係，呢個係屬於你塵胎啊。咁係咪屬於我？咁呢個箱裏邊係咪我嘅靈魂啊？上帝話唔係，你嘅靈魂屬於我嘅。咁咧個男仔就好憂愁。咁耶穌咧就將呢個皮箱交俾佢。咁啊皮箱當個男仔一打開個皮結，空空如也。耶穌就話俾你聽，乜嘢都唔係屬於你，你係乜嘢都冇。咁個男仔就喊住咁問耶穌：咁樣有乜嘢？咁我以前嗰啲嘢係乜嘢嚟？咁乜嘢係屬於我？所有你發生過嘅嘢，只係屬於你人生嘅旅程，喺你人生旅程裏邊所經歷過嘅嘢，之後嘅嘢係乜都冇。所以許冠文先生咧訪問佢講呢句説話時候咧，我亦都引用許冠文先生講，佢話：與其咧我成日憂憂愁愁去擔心我幾時走，不如我用一個積極嘅快快樂樂去面對我人生每一個階段。各位老友記，我唔知你今日點樣諗，但係喺我哋嘅人生可以仲有一口氣嘅時候，我亦都盼望你用一個積極嘅面對人生，就係用你嘅快樂，好好地正能量去面對你人生每一個階段。生老病死，人生必經。我哋年紀大，咁我可以行到嘅我就行，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嘅就做啲乜嘢，去享受我餘下嘅生命。人生已故，咁我哋同其他宗教有啲乜嘢唔同？其他宗教從來冇講到死亡後究竟人死咗會去邊度，但係佛教當然係講緊我哋可以輪迴，可以重新做人。如果我行善積德做得好嘅，我重新做人。咁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係咁樣嘅人生，不如唔好要。人一生出嚟就好痛苦，當你正正常常就冇事啫，捱窮咧苦唔苦啊？你如果你身體有缺陷咧，苦唔苦啊？你同你家庭關係唔好咧，苦唔苦啊？夫妻關係又唔好，又苦唔苦啊？如果係咁樣嘅人生，你仲要唔要？不斷喺度重演緊一出電影咁樣，不斷喺度做，咁呢個人生你要唔要？如果仲同一啲無神論者講人死如燈滅，咁我就想問翻一個問題：生命嘅意義係啲乜嘢？如果生命嘅，當我細心去諗下嘅時候，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係有啲灰嘅。就如果係點灰啊？人生一出世就等死，等長大，等讀書，等結婚做工作，等生仔，等有家庭，跟住等退休，退休係等咩？就等死。人生就喺度等。咁你生命有咩意義？但係我哋作為基督徒就唔同。請恕我真係誇口啲講句，我哋嘅上帝，我哋做過個乜嘢？上帝當然我哋要負上我哋嘅責任，但係當有樣嘢就係、
當我祈求神去赦免我嘅一切，佢會赦免我。呢個就係作為一個神嘅大愛。點樣可以顯示到上嘅大愛？就係將耶穌基督降生，成為奴僕一樣去服侍我哋，最後仲要死喺十字架上。神嘅愛就在此顯明。我哋可以靠着耶穌基督嘅寶血，我成為義人，我就可以喺享受緊咩？將來永生，永遠同上帝一齊。各位老友記，我哋人生已經到咗呢個年紀啦，好多嘢我哋有好多時間，唔再為工作，唔再為好多事、好家庭嘅事去繁忙去諗啊，因為仔女大，佢有佢嘅家庭，你想理都理唔到，亦都冇本事理。簡單啲，帶個孫出去個公園度跑2個圈啦，陪個孫話跑唔跑到？跑唔到。佢又仲喺度啱啱先至叫 warm up 緊，我哋就已經氣來氣喘等等等等，因為身體嘅需要，已經喺張卧咗喺床度。我哋係咪應該？但你亦都應該諗一諗，我哋有日走嘅時候，我究竟會去邊度？今日我淨係想透過呢一套電影，甚至呢一段經文，我都同大家分享。已睡嘅人做今日嘅墳墓仲喺度，但係我哋嘅信仰係咪就此完呢？唔係，我真係再話俾大家聽，將有一日我哋會復活。當主耶穌再一次翻嚟嘅時候，我哋會復活，與主同在。到時我哋嘅身體會改變，我哋各方面嘅嘢都會改變。以前唔明嘅嘢，一剎那就會明白。呢一份嘅禮物，你願唔願意接受呢？呢一個永恆嘅生命，你都願唔願意接受呢？約翰福音11章25節講得，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死了也必復活。聖經每一個字出於上帝，出於耶穌嘅口，無不成就。佢講過嘅嘢一定算數。但係最重要嘅問題，你願唔願意相信？你願唔願意接受呢一份嘅禮物？我哋有一個祈禱。親愛主耶穌，恭敬嘅再一次將呢篇信息交在你手中，亦都將一班老友記交在你手中。神啊，人生有好多問題，我哋冇辦法解決。生老病死雖然必經階段，但係當中亦都產生好多問題，我亦都冇辦法解決。唯獨你先至係我哋嘅最終嘅目的。你承諾過嘅嘢經文，你所講嘅每一個説話，你都會成就。正如你都講過，曾經教化過，天地都會廢去，律法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凡出於你嘅口嘅，你一定成就。神啊，你既然送得呢一份禮物，你亦都盼望我哋去接受。神啊，我求你，亦都將一班長者，我哋剩餘時間，我哋唔知幾多，但係我亦都盼望呢班聖靈你感動佢哋。當聖靈感動你嘅時候，你覺得心裏邊有啲去翳嘅時候，正面呢個就係我哋嘅神去感動你，接受呢一份嘅禮物。我只盼你好簡單，你喺默默嘅喺心裏邊講，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我嘅個人救主。我咁樣聖靈就會進入你嘅內心。所以懇請各位將呢一份嘅禮物好好收藏，將來耶穌再翻嚟嘅時候，我哋一同進入永恆嘅國度。
咁樣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得勝名求，阿門。百花盛開香飄送，遠山藍天白雲蒼海。遠飛千山，輕舟泛水，風光雨畫春來。祈求一生精彩，坦上心願半緊蓋。風中英雄虛過，夢醒低似今生銀山多真愛，永享人間無千載。不知足，只用愛心，今天莫是自招我還來。碌碌眾似身，慨嘆今後更悲哀。人間找到愛的真諦，常歡欣高台。這邊繁星天空掛，那邊月色耀光彩。瞬息之間風雲蓋，星天裏先懂記來。那個是蒼天主宰，難處生活無悲哀。願光找到耶穌的愛，上天家喜樂你可見耶穌的身掛，係君成家最高翠，真心相信速回轉，救恩滿開無分進來。濃情因心深似海，決意找住主的愛。如今得到主的寬恕，我此生生喜樂來。滿山雲彩風飄送，鳥歸回家不再分開。無非彩電破繭重生，百花都現晚香伴風來。剎那清風醒我心，再無憂慮而悲哀。同君記住主的吩咐，樂享天家常伴齊，常伴到未來。
傳揚救主福音，龍情讚主一心，主恩情共君定。眾主救恩獲得永生認定，再從頭呼效命。萬國伏拜主恩傾，撼動眾心靈，高歌頌敬，天國同歡，耶穌情共榮。各位老友記，而家咧就係遊戲時間咯喎！我同阿吳姑娘咧，今日咧就有一個好好玩嘅遊戲，就要大家動動腦筋啦。就係咧看圖估成語喎。點樣看圖估成語法咧？咁啦，吳姑娘，不如我解釋俾啲老友記聽啦。好啊，好唔好啊？嗱，好簡單，每一條咧我都有咧3個嘅提示嘅，咁咧睇下大家認為邊一個提示係正確，咁就係答案嚟㗎啦。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咧現在開始咯噃。好，好啦，第一條佢就講喎，滿山飛鳥，一石二鳥，地上有石。咁究竟呢3個嘅提示邊一個先至啱咧？冇錯啦，就係一石二鳥喎。好啦，第二條咯噃，大家聽清楚啦。第一個咧就係有魚有蝦，第二個咧就係如魚得水，第三個咧就係漏網之魚。大家估下邊一個係最佳嘅答案咧？冇錯啦，就係漏網之魚。好啦，咁而家咧就係第3條咯喎。九牛二虎，牛頭馬腳，大山藏虎喎。各位老友記，大家咧動動腦筋諗下，究竟呢3個嘅提示邊一個先至係為之正確喎？冇錯啦，就係九牛二虎喎。好啦，嚟到第4條咯噃。第一個答案咧就係井中滿水，第二個咧就係井底之蛙，第三個咧就係蛙中之蛙喎。究竟係邊一個答案先至係啱咧？大家可以再動下腦筋喎。冇錯啦，就係井底之蛙，大家好叻喎。咁我哋要努力咯喎。咁好啦，而家第5條喎。咁佢講乜嘢咧？七七八八，地上多花，五花八門。咁究竟係七七八八還是地上有花，定係五花八門咧？大家諗一諗先。冇錯啦，就係五花八門喎。好啦，繼續咯噃。好。呢幅圖咧，大家好似睇到個老虎喎，係唔係呀？咁究竟邊一個答案先至啱咧？好啦，第一個咧就係虎頭蛇尾喎，第二個咧就係龍虎舞獅，第三個係有頭有尾噃。究竟邊個先至啱咧？冇錯啦，
就係虎頭蛇尾啊！啊，好啦，咁咧係咪好容易估咧？咁咧就第7條咯噃，咁佢就話水上行舟，水落石出，樂在其中。咁究竟係邊一個答案先至為之係正確咧？大家諗諗啦，冇錯啦，就係水落石出喎，係咪好容易估咧？啊，好快嚟到第8條題目咯噃。嗯，好啦，第一個答案咧就係快跑回家，第二個咧就係心花怒放，第3個咧就係歸心似箭啊！究竟邊一個答案先至係正確咧？啊，大家估得好啱喎，就係歸心似箭啊！啊，冇錯啦。好啦，第9條咯喎，佢就講樹上開花，錦上添花，花開滿地。咁啊，究竟嚟講咧，係邊一個答案先至係正確咧？嗱，我知道每一個老友記咧，好叻、好聰明嘅，諗諗先。冇錯啦，就係錦上添花。哇！大家真係好叻啊！嚟到最後一條咯喎，大家加油啊！好啦，第一個答案咧就係重生得力，第二個咧就係力大無窮啊，第3個咧就係有心無力。好啦，大家又估下邊一個答案最正確咧？冇錯啦，就係重生得力啊！啊！大家好叻喎！我哋呢個遊戲係咪好好玩呢？多謝大家！各位老友記，今日嘅長者活動團契已經到咗尾聲啦，我哋一齊唱首多謝耶穌啊！多謝多謝耶穌，多謝多謝耶穌，多謝多謝耶穌在我心。多謝多謝耶穌，多謝多謝耶穌，多謝多謝耶穌在我心。耶